BW Design Centre 今日帶大家參觀位於大埔科學園6300尺嘅辦公室裝修工程，客人係國內新能源汽車嘅香港總部。呢個工程嘅挑戰係由於客人長期唔喺香港，項目溝通主要通過微信群組進行，以圖文短片等形式詳細匯報項目進度，並定期組織線上會議，確保信息傳達嘅準確性同透明度。由於設計圖紙由客人委託內地設計師完成，喺施工過程入面 ，BW Design Centre 發現部分設計細節同現場狀況有所出入。為咗確保最終效果符合客人期望，我哋積極同設計師溝通，提供詳盡嘅現場照片同埋測量數據，共同研討解決方案，並且及時調整設計圖紙。同時，超過3米高嘅樓底對施工嚟講有一定嘅挑戰。為咗確保安全性，我哋選用符合安全標準嘅專業高空作業平台，並且由專業師傅操作，保證施工質量。科學園對噪音同氣味控制有住嚴格嘅要求，我哋嚴格遵守科學園嘅施工指引，將噪音同氣味工程安排喺指定嘅星期六下晝同埋星期日進行，最大限度咁減少對周邊環境嘅影響。間隔方面，我哋採用唔到頂嘅輕質隔牆設計，既避免咗對現有冷氣同消防系統嘅改動，同時有效控制項目成本。牆身融入現代感線條設計，並嵌入 LED 燈條，營造出時尚嘅辦公氛圍，同時提升空間照明。地面鋪設咗由8種顏色拼接嘅創意地氈，為空間注入咗活力同藝術氣息。辦公家私嘅顏色選擇咗同公司 logo 一樣嘅橙色，強化咗品牌形象，提升整體空間嘅設計感。以上嘅裝修工程由 BW Design Centre 提供。如果想了解更多辦公室嘅裝修工程資訊，記得立即訂閱我哋嘅影片頻道啊！